中国不时就派军机甲军舰来乱，今年4月阁发动围台军演。根据美国华府地壳报告，因模拟中国为海上封锁咱台湾，讲咱台湾天然气是当无杂质就会用完啊，建议台湾就要改善伫咧能源方面的不足。中国伊日侵了台湾，国防部设立发布查到强机11架次，其中超越海峡中线进入西南空域4架次，结合强艦7架出现伫台海，国军严密来处理。毋但安尼，中共官方媒体央视也公布强军演练联合防控。强军结合各种军兵种出动军机军舰执行封锁突击任务，画面要拖到今年4月，中共发动围台军演，挑战意味是真高。中军想尽办法想要封锁台湾。美国华府地壳 CSIS 兵推报告就模仿中共对台实施海上封锁，讲到台湾的土炭甲炼油分别伫7礼拜甲20礼拜会用尽，也若天然气伫短10天就来用完。我们也必须思考说，未来如果在封锁的状况之下，那怎么样把能源做调配，让一般的民众跟关键基础设施能够在遇到重大的这个天灾或者是冲突的时候，能够有效运作。兵推报告警示，能源是台湾能力上弱的一环。CSIS 资深顾问坎斯恩建议，选项包含核能，也有强化电网，或者建议应对天然气入手，提升台湾能源的能力。我们现在天然气的接收站大部分都是在我们的西海岸这一带。那如果今天西海岸在一开始在作战的时候就遭受到不管是飞弹啦，或者是这个远火的一个攻击，的确会让我们造成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增加在东海岸这个地方，在东岸也要有的天然气的接收站？由台湾前挖靠能源的进口，伫战时阶段，开互强军注意到，或者讲政府应该同步来检讨能源的政策，确保能源稳定供应。记者综合报道。